新北市的幼稚园因为饲药案件引起家长、老师甲幼稚园的注意，为着要让家长放心，避免争议，嘉义市设计新版本的饲药记录表，要求老师爱看到药袋啊、药单甲记录表，才会当甲囡仔饲药啊。 倒出来之后哈，放药啊盒仔内底一包一包药啊，拢是家长委托幼儿园的。老师要甲囡仔饲药啊进前，唔但要遵照药袋啊顶悬的使用方式，搁要详细甲记落来。这张新设计用药记录表，就是希望建立家长对幼儿园的信任。会使互阮更较了解讲婴仔啥物时阵食药啊，然后会感觉讲足定睛会知讲长年的时阵，啥物时阵阮搁爱饲第三剂药啊。喂药的一个 SOP 呢，打在所有我们的制药盒上面，让老师能够很精准的去按照我们上面所写的 SOP 去做到确认、确认再确认，然后呢，再透过所谓的家长委托的一个委托单上面，老师就不容易去所谓的在喂药的部分出现一些所谓的错误。新北市幼儿园饲药的事件受到真侪家长的关心。嘉义市教育处配合幼教业者，重新设计新的用药委托单。嘉义市幼儿教育协会讲，完整记录饲药的过程，互家长甲幼儿园双方拢会当较放心。这个委托单对家长、对学校然后对囡仔，拢是一个证据的这个表现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物件。所以，伫市政府伫市政府还是伫咱中央政府，拢基本上伫重视咱囡仔这个过程，然后有做这个是对大家保护。嘉义市幼儿教育协会表示，新北市的事件已经造成各界对幼儿园的无信任，嘛影响到第一线老师的士气。协会讲，大部分的老师拢真爱囡仔，认真咧教，呼吁各界爱就事论事，莫一支底锅压倒一船在，这对幼儿教育的提升并无帮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